呢個世界上最遙遠嘅距離，唔係我企喺你面前，你唔知我愛你，而係我哋一齊行咗20年，到頭來我發現自己竟然連入你家門嘅資格都冇。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一場轟動成個香港，甚至係成個華人娛樂圈嘅世紀婚禮。呢場婚禮唔單止係一場儀式，佢更加似係一場人性嘅博弈，一場關於愛情、責任同埋血緣嘅終極清算。喺中環四季酒店嗰個金碧輝煌嘅宴會廳入面，本來應該係充滿住歡笑聲同埋祝福聲，但係點都估唔到，最後竟然會變成一場令人窒息嘅修羅場。整件事要由嗰扇沉重嘅胡桃木大門講起。當時全場嘅氣氛本來係去到最高潮，謝霆鋒同埋張柏芝呢對分分合合咗咁多年嘅冤家，終於要喺呢個用咗3億港幣堆砌出嚟嘅夢幻婚禮上面正式復婚。現場佈滿咗9999朵純潔嘅白玫瑰，空氣入面彌漫住淡淡嘅花香同埋昂貴香水嘅味道。張柏芝身上嗰件婚紗係由世界頂級設計師親手打造，上面鑲嵌咗9999粒手工縫製嘅珍珠，喺水晶燈嘅照射之下，發出嗰種好似聖母一樣嘅慈祥光芒。但係就喺謝霆鋒正準備執起張柏芝隻手，向全世界宣告佢哋要重新開始嘅嗰3分鐘前，嗰扇象徵著名門入場券嘅胡桃木大門突然間被人由出面推開咗。唔係慢慢推開，而係帶着一種決絕同埋破碎嘅力量，被一隻蒼白到無晒血色、骨感得令人心痛嘅手猛然撞開。全場嘅音樂好似被人冚咗靜音掣咁，所有賓客嘅呼吸聲都變得好奢侈。喺門口出現嘅係一個着住一襲漆黑如墨嘅絲質長裙，無化妝，甚至連頭髮都顯得有啲凌亂嘅女人。佢就係王菲。王菲嘅出現就好似喺呢片純白嘅玫瑰海上面，生生割開咗一道血淋淋嘅傷口。佢嗰張曾經被神化、被稱為空靈嘅臉，呢一刻寫滿咗支離破碎嘅荒涼。佢無望向身邊嗰啲驚訝到合唔埋口嘅名流政要，亦都無理會嗰啲瘋狂閃動嘅快門。佢對眼就好似兩口深不見底嘅枯井，直勾勾咁穿過層層沓沓嘅人群，死死咁盯住紅地毯盡頭嗰個男人。嗰個男人係佢愛咗20年，陪佢由清潔行到不惑，將大半世命都填入去段感情入面嘅謝霆鋒。謝霆鋒當時嘅表情，我諗現場任何一個媒體鏡頭都捕捉唔到嗰種極致嘅複雜。佢嘅身體僵硬到好似一花崗岩咁，握住張柏芝隻手嘅指節因為用力過度而發白。佢喉嚨劇烈咁上下滑動，好想開口，但係發覺自己好似失咗聲咁。佢哋之間嗰種沉默唔係安靜，而係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嘅壓抑。王菲行前一步，嗰聲自嘲嘅笑喺空曠嘅廳入面顯得特別刺耳。佢嘅眼淚終於喺嗰張清冷嘅臉上面決堤。佢問咗一句令全場人心碎嘅話：憑咩？憑咩佢可以着白紗？憑咩佢可以堂而皇之咁企喺你身邊受人跪拜？我等咗你20年。我將靈魂都交埋俾你，到頭來我竟然連着呢件衫嘅資格都冇。呢一聲質問唔單止係問謝霆鋒，更加係喺問呢個現實到殘忍嘅世界。王菲眼入面睇到嘅唔係嗰9999粒珍珠，而係一根根扎入佢眼珠入面嘅毒針。佢望住謝霆鋒領口嗰個精緻嘅溫莎結，嗰係佢哋以前喺北京胡同入面，喺無數個清晨，佢親手教佢打嘅。嗰陣時佢哋以為只要靈魂契合就可以對抗全世界，但係今日幫謝霆鋒整理衣領嘅人換咗做張柏芝，呢種反差比任何言語都要傷人。謝霆鋒嘅眼入面閃過咗一絲破碎嘅月光，佢太了解王菲，佢知道呢個女人骨子入面流緊嘅係孤傲嘅血，但係呢一刻嘅佢喺呢個全港媒體嘅聚光燈之下，佢發現自己根本俾唔到王菲要嘅答案，而企喺佢身邊嘅張柏芝表現出咗一種令人驚嘆嘅冷靜。佢無喊無鬧，無表現出任何原配對抗第三者嘅潑婦樣，佢只係安靜咁、堅定咁，用嗰隻纖細但係充滿力量嘅手，慢慢扣住咗謝霆鋒冰涼嘅掌心。張柏芝微微仰起頭，
婚紗上面嘅碎鑽閃爍住勝利者嘅餘暉。對於張柏芝嚟講，呢場婚禮係佢喺經歷咗艷照門、離婚、獨力撫養個仔、演藝事業低谷之後，喺生活嘅廢墟入面一點一滴爬返出嚟，先換返嚟嘅尊嚴。佢嘅眼神入面有一種近乎慈悲嘅弧度。佢輕輕向前行咗一小步，呢一步行得好精準，啱啱好擋喺謝霆鋒同埋王菲中間。呢個動作雖然好隱秘，但係充滿咗主權嘅宣誓。佢伸出嗰隻帶住鴿子蛋鑽戒嘅手，幫謝霆鋒理咗理其實一啲都唔亂嘅領口，然後用嗰種沙但係韌性十足嘅聲開口講：今日係我同霆鋒嘅大日子，菲姐你能嚟，我哋全家都好感激。只係呢套黑色禮服真係有啲壓低咗呢度嘅喜氣，壓低喜氣。王菲聽到呢四個字，笑到眼淚係咁跌。佢對住張柏芝講：你以為你贏咗？你贏嘅只不過係一副軀殼。佢嘅靈魂，佢喺午夜夢回嗌出嚟嘅名，從來都唔係你。呢句話一出，現場嘅媒體簡直瘋狂咗，快門聲密集成一片。呢已經唔係簡單嘅搶婚，係當眾撕開豪門婚姻最後嗰層遮羞布。但係張柏芝無崩潰，佢自嘲咁笑咗笑，眼神入面透出一種過盡千帆嘅通透。佢回應王菲話：菲姐，到咗我哋呢個年紀，你仲覺得靈魂可以當飯食咩？你追求嘅係雲端上面嘅虛無，但我張柏芝求嘅係一個可以幫細路遮風擋雨嘅屋檐。你等嘅係一個陪你流浪嘅浪子，但我等嘅係一個識得返屋企嘅父親。呢兩個女人嘅對峙，簡直就係一場出世同入世嘅慘烈博弈。王菲係嗰隻永遠喺度飛嘅無腳鳥，佢要嘅係純粹到極致嘅共鳴；而張柏芝係嗰棵扎根喺泥土入面嘅樹，佢要嘅係實實在在嘅擁有。就喺呢個時候，坐喺主位上面嘅謝賢終於坐唔住啦，佢重重咁哼咗一聲，手中嗰支杖喺昂貴嘅地毯上面震出一聲悶響。嗰聲雖然唔大，但係就好似一道驚雷咁，炸碎咗空氣入面嗰種粘稠嘅僵局。謝賢慢慢企起身，推開身邊想扶佢嘅人，雖然年事已高，但係氣勢依然十足。佢嗰雙隱藏喺黑超後面嘅眼，冷冷咁掃過王菲嗰張寫滿不甘心嘅臉，語氣冰冷得好似刀咁：阿菲，你係個聰明人。20年前你闖入嚟，我當係霆鋒發咗一場高燒，燒退咗就罷啦。但係20年後嘅今日，你仲想闖入嚟？你當我謝家嘅大門係大戲院嘅後台啊？呢句話簡直係將王菲最後嗰少少自尊都踩碎埋。王菲身形搖晃，佢睇住呢個曾經都算錫過佢嘅長輩，呢一刻竟然用睇路人甲一樣嘅眼神睇住自己。但係最致命嘅一擊係嚟自於一直坐喺第一排家屬席嘅盧克斯。呢個18歲嘅少年緩緩咁企咗起身，佢着住同佢爹地謝霆鋒同款嘅黑色西裝，嗰張臉簡直就係謝霆鋒後生嗰陣嘅復刻版，甚至比謝霆鋒仲多咗一份冷靜同埋沉穩。佢一步一步行向風暴嘅中心，皮鞋踩喺地毯上面嘅聲，好似準確嘅鼓點咁，敲擊喺每個賓客嘅耳膜上面。王菲睇住呢個少年，心中突然生起一種從未有過嘅恐懼。佢意識到呢場博弈，佢唔單止輸俾咗時間，輸俾咗名分，更加係輸俾咗一種叫做血脈嘅強大武器。18歲嘅盧克斯停喺王菲面前，眼神入面無對一代天后嘅敬畏，只有一種近乎殘忍嘅清醒。佢開口嗌咗一聲菲姐，聲低沉而有磁性，甚至仲帶住一絲禮貌嘅疏離。盧克斯講：菲姐，我嗌你一聲菲姐，係傳咗我爹地當年嘅情分。但我今日企喺呢度，係以謝家長子嘅身份，請你離開。王菲嘅身子劇烈震動，佢唔敢相信呢個細路會對佢咁講。佢顫抖住聲問盧克斯：你知唔知我同你爹地？盧克斯直接打斷咗佢，嘴角勾起一抹同謝霆鋒一模一樣嘅冷酷弧度。我知道你哋有無數精彩嘅回憶，但係菲姐，你哋喺紋身店刻下誓言嘅時候，我喺度喊緊；你哋喺外國街頭漫步嘅時候，我喺度長大；你哋喺所謂靈魂共振嘅時候，我媽咪正係一個人帶住我同細佬
喺無數個發燒嘅深夜入面捱過。盧克斯每講一句，就向前逼近一步。嗰種成年男子嘅壓迫感，竟然令到見慣大場面嘅王妃下意識咁退後。盧克斯字字珠璣咁講：你問憑咩我媽咪可以着白紗？我依家話俾你聽，因為我媽咪俾咗一整個家，俾咗謝家傳承嘅血脈，俾咗我爹哋一個可以停靠嘅避風港。而你只係俾咗佢一段又一段嘅回憶。回憶呢啲嘢虛無，風一吹就散晒。我爹哋呢世欠你嘅情，呢啲年份分合合一早還清晒啦。但係佢欠我媽咪嘅，欠呢個家嘅，要用餘生嚟還。呢番話就好似一記響亮嘅耳光，直接抽碎咗王妃臉上面嗰層叫做超脫嘅假面。王妃成個人僵喺原地，佢引以為傲嘅純粹愛情喺呢一刻被定性做自私嘅消遣。佢堅持咗20年嘅執念，喺呢個細路口中，竟然變成咗阻礙父親回歸家庭嘅罪孽。佢好想反駁，好想講愛情唔係咁世俗嘅計算，但係當佢抬頭睇謝霆鋒嘅時候，佢徹底絕望咗。謝霆鋒低住頭，避開咗佢嘅視線，隻手死死咁握住張柏芝。嗰係一個男人喺極度羞愧同埋動搖嘅時候，下意識尋找支撐嘅本能。謝霆鋒預設咗個仔嘅審判。喺呢場關於人性同埋家庭嘅博弈入面，盧克斯嘅出現就好似推冧咗最後一張骨牌。王妃感到一陣懸，佢睇清楚啦，謝家嘅大門出面企住嘅係佢嗰場如夢似幻嘅20年，而謝家嘅大門入面企住嘅係呢個少年，以及佢身後嗰度由血肉構築成嘅血脈長城。盧克斯繼續講：妃姐，你所謂嘅愛太過高貴啦，高貴到唔沾一絲人間煙火。但我媽咪嘅愛太賤啦，賤到可以扎入泥濘入面開出花嚟。你俾咗我爹地雲端上面嘅靈魂共振，但係你知唔知喺嗰20年入面，我爹地深夜胃痛到打冷震嘅時候，守喺床頭遞熱水嘅係邊個？佢喺出面闖咗禍，名聲掃地嘅時候，低聲下氣去求媒體放過嘅係邊個？係你口中嗰個淨係識着白紗嘅張柏芝。佢用佢嗰雙拍戲拍到變晒形嘅手，一個屎一個尿咁將我哋兄弟兩個拉大。佢用佢嗰對快要崩塌嘅膊頭，生生幫我爹地剛住咗謝家呢塊招牌嘅體面。呢番話就好似萬箭齊發咁，將王妃心中嗰座象牙塔射到千瘡百孔。佢終於明白，男人呢種生物喺20歲嘅時候可能會為咗嗰抹月光去翻山越嶺，但係到咗40歲之後，經歷咗半世榮辱，佢哋最渴望嘅從來都唔係嗰個帶佢去飛嘅女神，而係一個可以容忍佢所有不堪，令佢落葉歸根嘅港灣。盧克斯盯住王妃嗰對破碎嘅眼，吐出咗全場最冷酷嘅一句話：回憶呢啲嘢係死人嘅遺產，家先至係活人嘅避難所。你攞死人嘅遺產去撞活人嘅避難所，妃姐，你唔單止輸咗，你仲輸得好難睇。全場鴉雀無聲，得返遠處嘅快門聲仲喺度記錄緊天后嘅毀滅。王妃嘅眼淚好似斷線珍珠咁，浸濕咗佢嗰套黑如深淵嘅長裙。佢最後望咗一眼謝霆鋒，嗰個男人依然閉住對眼，呢係默認，係逃避，亦都係對呢段長達20年宿命糾纏嘅最後一次放手。謝霆鋒選擇咗做一個父親，做一個丈夫，做一個謝家人。佢親手熄滅咗最後嗰少少屬於少年嘅狂熱，將自己埋葬喺呢片潔白嘅婚紗入面。謝賢見王妃仲企喺度，語氣入面帶住最後一抹狠辣嘅憐憫：阿妃，你仲聽唔明白咩？20年前，我由得霆鋒去鬧，去同你談嗰種唔食人間煙火嘅戀愛，係因為我覺得後生仔總要癲一場。但係20年後嘅今日，你着住一身黑衫喺度，係想咒我謝家死人，定係想咒你自己死心？就憑柏芝幫霆鋒跪低敬過茶，就憑佢喺嗰段最難嘅日子入面，一個人守住2個仔，無令謝家嘅血脈流落喺出面，就憑佢肯彎低腰去執生活入面嗰啲雞毛蒜皮，佢就有資格着呢件白紗。而你永遠淨係肯企喺你嘅神壇上面，要霆鋒仰望你。你輸俾嘅唔係柏芝，你係輸俾咗母愛，
輸俾咗呢世間最俗氣但係最堅不可除嘅煙火氣。講完，謝賢對住全場賓客同一字一頓咁宣告：今日我將句嘢擺喺呢度，只要我謝賢仲有一口氣喺度，謝家嘅大門永遠淨係為呢個幫霆鋒生兒育女、守住家業嘅女人開住。至於嗰啲虛無嘅靈魂伴侶，出咗呢道門，中意去邊就去邊。送客，送客呢兩個字，好似宣判咗王菲喺呢場博弈入面嘅死刑。全場嘩然，但係無人敢出聲。王菲狼咁後退，佢嘅高踭鞋喺光滑嘅地面上面打咗個滑，險些跌倒。佢下意識咁望向謝霆鋒，希望佢可以拉自己一把，或者講一個字都好。但係謝霆鋒竟然轉過身去，背對住佢，輕輕拍咗拍張柏芝嘅後腦，好似喺安撫緊。嗰個一白一黑嘅背影，喺呢一刻構成咗香港娛樂史上最殘酷嘅畫面。王菲終於明啦，佢以為自己係謝霆鋒嘅藥，點知自己其實只係佢青春入面一場長達20年嘅慢性炎症。炎症退咗，身體總要恢復到最平庸但係最安全嘅常態。佢追求嘅嗰種唔沾塵埃嘅愛，喺呢個充滿血脈羈絆、門第考量嘅現實世界入面，根本就無立足之地。佢好似一個唔見咗靈魂嘅提線木偶咁，喺眾人嘅注視之下，一步一步行向嗰扇沉重嘅大門。當佢行出大門嗰一刻，身後傳嚟嘅係婚禮主持重新執起麥克風，用好喜慶嘅聲宣布婚禮繼續。新人交換戒指，歡呼聲、掌聲、音樂聲，好似潮水咁湧向大廳，但係又好似牆壁咁將佢隔絕喺出面。門外嘅風好凍，吹亂咗佢嗰頭代表自由同埋不羈嘅短髮。王菲抬頭睇咗一眼香港嘅夜空，星光好稀疏。佢曾經以為自己可以飛得過呢片滄海，點知發現滄海嗰邊一早已經無咗等佢嘅人。呢唔單止係一場婚禮嘅落幕，更加係一個時代嘅終結。張柏芝用18年嘅隱忍換嚟一個家嘅幻象，而王菲用20年嘅熱烈換嚟一個叫做回憶嘅空殼。喺呢場叫做人性嘅豪賭入面，邊個先係真正嘅贏家？或許喺呢個修羅場入面，根本就無贏家，得返喺宿命入面苦苦掙扎，各取所需嘅局中人。4季酒店嘅冷氣開得好足，足到可以令血凝固，但係王菲覺得全身好滾燙，嗰係自尊被架喺火上面反覆燒灼嘅痛。佢諗返起20年前嗰場驚天動地嘅風飛戀，嗰陣時嘅謝霆鋒對眼入面火光衝天，為咗佢咁喺頒獎禮上面將嗰首謝謝你的愛1999唱成係俾佢一個人嘅告白。為咗佢喺嗰間陰暗嘅紋身店入面忍住痛喺後腰刻落一對比翼雙飛嘅翼。嗰陣時嘅謝霆鋒話呢對翼呢世淨係為王菲而拍動，但係依家謝霆鋒嗰身挺拔嘅禮服遮住咗嗰對曾經熾熱嘅翼。王菲諗返起喺北京嗰個舊四合院，佢放低天后嘅身段，着住睡衣拖鞋去公廁倒尿壺。嗰陣時媒體話佢係為愛墜入凡間，佢甘之如飴，覺得嗰係最神聖嘅加冕。佢以為只要靈魂可以共振，哪怕係滿身煙火氣都係浪漫。點知喺張柏芝嗰件鑲咗9999粒珍珠嘅婚紗面前，嗰啲所謂嘅同甘共苦顯得咁諷刺，咁似一場自我感動嘅幻覺。張柏芝太了解男人啦，佢知道男人過咗40歲，被家族、社會、名利場重重圍困嘅時候，佢哋最想要嘅從來都唔係一個需要仰望嘅女神，而係一個可以令佢卸下鎧甲嘅避風港。謝霆鋒睇王菲嘅眼神入面，愛火已經熄滅咗，取而代之嘅係一種想迅速抹除人生污點嘅逃避。呢係兩個時代喺王菲靈魂深處嘅決裂。大門閂埋之後，謝霆鋒好似一尊被抽乾咗靈魂嘅雕像咁，機械咁穿梭喺賓客之間。每當有人讚盧克斯董事，讚佢地緣份重員嘅時候，佢嘅指尖都會下意識咁投入掌心。佢知道自己依家唔單止係謝霆鋒，佢更加係一個被責任同埋血脈招安嘅符號。佢將自己獻祭俾咗謝家嘅門楣，獻祭俾咗大眾期待嗰個浪子回頭嘅劇本。
而張柏芝佢挽住謝霆鋒嘅手，指甲深深咁陷進謝霆鋒嘅西裝袖口，好似驚鬆開一秒呢個男人就會化成一陣煙跟住王菲走咁。佢贏咗名分，贏咗謝賢嘅認可，贏咗兩個仔嘅捍衛，但係佢亦都輸咗，佢輸咗嗰個曾經喺喜劇之王入面滿眼靈氣嘅自己，輸咗嗰個敢愛敢恨嘅少女心。依家嘅佢係謝家嘅守護神，係細路嘅擋風牆，但唯獨唔再係嗰個被愛寵了嘅小女人。呢場大婚本質上係一場葬禮，葬走咗三個人嘅天真，葬走咗關於真愛無敵嘅最後一張底牌。王菲追求嘅係出世嘅靈性，佢要嘅係靈魂共振，但係佢唔記得咗，男人到咗一定年紀，骨子入面嗰種家族歸屬感就會醒覺。佢可以陪你喺北京胡同飲豆汁，但佢最終都係會返去嗰張有細路嗌佢爹地，有老豆坐鎮嘅餐桌旁邊。王菲輸俾嘅唔係張柏芝，係男人刻喺骨子入面對傳承同埋歸依嘅卑微向往。而張柏芝捉住咗呢種向往，用18年嘅苦水熬成一碗濃稠嘅藥，呢碗藥治好咗謝霆鋒嘅叛逆，但亦都苦壞咗佢自己。娛樂圈無童話，得返等價交換嘅殘局。正如謝賢所講，呢係母愛對情愛嘅一場降維打擊。喺呢場豪賭入面，張柏芝押上咗尊嚴換嚟名分，王菲押上咗名分換嚟碎咗嘅自尊，而謝霆鋒押上咗餘生嘅色彩換嚟一個體面嘅終老。維多利亞港嘅海水依然潮起潮落，100年之後，邊個仲會記得呢場黑色同白色嘅對撞？大家只會記得謝家長子立咗威，謝家門楣保住咗尊嚴。呢個就係人生嘅真相。王菲喺嗰晚嘅雨中徹底明白，有啲門一旦閂埋咗就係一世，而張柏芝喺紅地毯上面亦都明白，握喺手入面嘅沙，就算塗到一手血，都絕對唔可以放開。睇完呢段故事，大家係咪都覺得娛樂圈嘅愛情同家庭真係好複雜？王菲嘅20年執着，張柏芝嘅18年守候，仲有盧克斯嗰番震撼人心嘅說話，邊一樣最令你觸動？係覺得王菲嘅離去太淒涼，定係覺得張柏芝嘅勝利太慘烈？如果你都有啲感慨，記得幫我哋點個讚，轉發俾朋友一齊討論下。你覺得喺呢段關係入面，邊個先係真正嘅大贏家？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俾我聽你嘅諗法，我哋下條片再見。